Hello， 大家好，我係白兵。2026年1月3號，美國特種部隊喺卡拉卡斯着陸，逮捕咗委內瑞拉嘅獨裁者馬杜羅。然後3個鐘之內，紐約、華盛頓、洛杉磯、三藩市爆發咗大規模遊行，要求釋放馬杜羅。然後在短短3日之後，中國喺柬埔寨逮捕並遣返咗億萬富翁兼 KK 園區負責人陳志。以上呢啲都唔係巧合，而係一場精心策劃嘅全球博弈。特朗普點解要捉馬杜羅？係唔係因為人人都識講嘅石油？點解啲大規模遊行可以喺幾個鐘頭之內就發起？陳志被中國捉翻去，又同呢件事有咩關係呢？今條片小弟都會同大家分析一下。好啦，一開始我哋先講下委內瑞拉嘅真實情況俾大家聽下先。委內瑞拉係一個曾經係南美洲最富裕嘅國家，石油蘊存量全球第一，但係就喺短短20年之內徹底崩潰。根據最新嘅2024年統計，委內瑞拉有82% 嘅人口生活喺貧困入邊，即係每5個人就有4個係冇辦法滿足基本生活需要，其中仲有53% 係陷入極端貧困，亦即係每日都係為緊生存而掙扎嘅。而更加令人震驚嘅係，有超過94% 嘅人口收入根本唔足以購買基本商品同埋服務。咁具體數字嚟講，委內瑞拉最低嘅月薪係3.5美金，即係20蚊港紙左右，早餐都食唔到。而平均嘅月薪係100蚊美金，但係如果要喺當地購買到一家4口最基本嘅食品所需，都要500蚊美金。換句說話講，委內瑞拉嘅平均人工嘅成個月人工都係唔足以購買一個家庭2個星期嘅食物，所以當地嘅糧食短缺造成咗非常之嚴重嘅營養不良。一整代嘅委內瑞拉兒童正在被社會主義嘅政策摧毀，仲要財富當然係集中喺少數人手上啦，而大多數人係陷入咗貧困嘅深淵。跟住落嚟，我哋又睇下委內瑞拉已經完全崩潰嘅醫療體制。自2015年嚟，孕婦死亡率同嬰兒死亡率都攀升咗超過30%，即使係曾經被根除或者控制嘅疫病亦都再次蔓延。全球79% 嘅醫院缺乏自來水供應，56% 嘅床係冇辦法使用嘅。仲要由於薪水極低，而且生活成本高昂，所以委內瑞拉大約有50% 嘅醫生已經逃離咗呢個國家，70% 嘅醫護人員已經放棄佢哋嘅崗位，轉而尋求盡可能高少少薪酬嘅工作嚟維持家計。一個國家可以冇咗70%嘅醫護人員，其實咪真係叫睇醫生嗰啲人自生自滅？而當中嘅重點係，以上嘅呢啲看似係歷史書嘅內容，但係其實係今日2026年嘅委內瑞拉。然後如果經濟崩潰都未夠，馬杜羅當然仲監控住大家嘅言論同埋人身自由啦。委內瑞拉嘅全球新聞自由指數喺180個國家入邊排156，任何敢於報道真相嘅記者都會面臨被捕嘅風險，係真係衰過香港嘅呢一 part。另外當地仲有呢個反仇恨法，係用嚟壓制記者同埋社會人士，最高可判處20年監禁。普通嘅委內瑞拉人民只係喺街頭拍攝某啲嘅事件，或者喺 WhatsApp 群組發表評論就會被拘留。民眾普遍恐懼喺網上討論政治同埋社會議題，呢一方面都係衰過香港少少嘅。另外馬杜羅政權仲建立咗一個全面嘅監控系統，收集大量民眾嘅數據。另外，截至2024年9月，委內瑞拉係關押住大約1800名政治犯，創咗20世紀以嚟最高嘅紀錄。而多數人係被控恐怖主義罪名，不過至今都仍然未審判而持續監禁。咁當然啦，民眾就會抗議呢啲咁嘅不義嘅政權，但係佢哋亦都會遭到致命嘅武力鎮壓。自2014年以嚟，經歷多次嘅示威浪潮，國安部隊同埋親政府嘅武裝團體屢次向抗議者開火。2017年4月至6月多達120人遭殺害，2000人受傷，超過5000人被拘留。嗱，咁講到政治，當然就梗係要講下佢哋已經非常之完善嘅選舉啦。委內瑞拉近年嘅總統同埋國會選舉，尤其係2018同埋2024年嘅選舉，佢哋唔單止喺投票箱入邊動手腳，而且仲要從邊個可以參選、邊個可以投票、邊個計票、邊個公布結果，每一環都係被操縱嘅。聽完都覺得好完善啦，嗬！所以以美國、歐盟、英國、加拿大為首嘅西方陣營，都係對呢個選舉係持呢個不承認合法性嘅態度。所以如果有任何時事評論人話委內瑞拉係民主國家嘅話，嗰條友應該真係連基本常識都冇嘅。又或者佢好中意香港嘅選舉啦，好似馮智政咁都推介周浩鼎俾大家噶。好啦，以上好片面咁講完委內瑞拉嘅情況，現實比我哋能夠理解同埋想象應該嚴重得100倍左右啦。咁而若然身處喺香港嘅大家都唔係好頂得順嘅話，大家就應該好明白點解而家委內瑞拉嘅人民
會因為馬杜羅俾阿特朗普捉咗之後而咁唔開心啦。好啦，講翻今次呢一個 Operation Absolute Resolve 絕對決心行動先。嗱，其實咧早於2025年嘅8月，特朗普政府咧就宣布對馬杜羅懸賞5000萬美金，然後喺之後嘅4個月，美軍咧就逐步實施軍事壓力，例如部署艦隊啦，轟炸佢哋販毒嘅船啦，關閉佢哋嘅領空，進行電子戰。以上呢啲咧都唔係倉促嘅決定，而係一場精密咗起碼有4個月嘅軍事計劃。咁嚟到重點啦，當晚凌晨，3個州部隊同埋 FBI 特工咧喺馬杜羅官邸着陸之後咧，佢哋係有遭遇到猛烈嘅火力噶，但係咧就迅速俾佢哋壓制，然後喺唔到5分鐘之內，佢哋咧強行突破到馬杜羅嘅睡房入邊。咁而最癲嘅係當時馬杜羅同埋佢老婆咧正嘗試將自己鎖入佢哋安全屋入邊啦，咁道門好厚鋼門嚟嘅，應該開唔到噶啦。但係就係差個幾門，喺佢哋成功閂門之際，佢哋俾美軍就阻住咗，然後咧拉翻開道門，成功拘捕咗馬杜羅。喺呢件事入邊，0美軍傷亡，14000名軍人，150架飛機完美執行。又咁講啊，作為一個見到極權領導被美軍捉走會開心嘅我嚟講啊，就梗係覺得好完美啦。但係亦都好似鄭立咁講，有啲人呢係喺雞蛋同埋高牆之間，無論高牆幾咁正確，雞蛋幾咁錯誤，佢哋永遠都係企喺特朗普嘅對面嘅人嚟講呢，特朗普呢個做法就梗係唔啱啦。咁而其中一班覺得佢唔啱嘅呢，就梗係民主黨人啦，因為佢哋就係委內瑞拉淪陷嘅最大得益者。No detailed plan. Obviously, things are getting more chaotic in Venezuela as the hours proceed. 拜登政府2021年上台之後，實行咗唔同嘅難民計劃。從2022年到2024年8月，美國已經接納咗超過100萬名委內瑞拉嘅難民。嗱，呢個聽起嚟講係非常之人道主義㗎，係咪？但係事實呢係複雜好多，亦都邪惡好多。民主黨政府標榜人道嘅政策，接收呢啲難民同埋尋求庇護者啦。但係同時間，佢哋有喺委內瑞拉呢個國家嘅政治上面做咗啲咩呢？係咩都冇做嘅。上屆拜登同賀錦麗政府可以話係 all talk do nothing。點解會咁樣嘅呢？係因為咁樣嚟講，對佢哋有政治利益。委內瑞拉嘅難民呢係會傾向投票俾民主黨嘅，因為佢哋又會放啲難民入嚟啦，又用政府勁多津貼去補貼佢哋啦。變相呢，即係實際上佢哋建立咗一個持續產生難民流入嘅系統，咁樣佢哋咧就可以展示到佢哋人道嘅精神，同時咧亦都無需要面對推翻獨裁者呢個咁困難嘅決定。而最重要係民主黨一直咧將呢啲委內瑞拉嘅難民進行重新安置，將佢哋放去共和黨嘅州份嗰度。咁啲難民投票就投俾民主黨人噶啦。咁共和黨州份喺咁樣嘅人口大洗牌底下，好容易就會變藍。而同一個招數係成個歐洲都玩緊噶。不過咧就係要佢哋收伊斯蘭難民咁解啫，詳情咧之後下片再講。不過最癲嘅係今次特朗普成功捉走咗馬杜羅，本身喺美國嘅委內瑞拉難民，甚至係近日被驅逐出美國嘅委內瑞拉嘅難民啊，都見到希望。佢哋就有人話，原來特朗普係想俾一個好翻嘅國家佢哋。但好多人開始改變佢哋對特朗普嘅睇法，因為即使佢哋曾經係因為被驅逐或者面臨嚴格嘅移民政策而令到佢哋即係當然好反感特朗普啦。但係今次呢件事呢，佢哋就意識到特朗普做咗民主黨所有嘅言辭都冇辦法做到嘅嘢，就係特朗普改變咗佢哋祖國嘅命運。最新民調仲指出，特朗普逮捕馬杜羅呢個行動喺拉丁美洲係廣受歡迎嘅。好啦，講完民主黨人呢，就不得不講埋佢哋啲 friend 左膠。但係咧，今次就係背景有中共資金支持嘅左膠。喺馬杜羅被逮捕之後唔夠3個鐘，美國嘅左翼激進分子即刻組織咗大規模遊行。時間係非常之快嘅，例如咧當地凌晨我諗1點半左右啦，美軍咧就開始進入呢個馬杜羅嘅官邸，而同時間咧網上已經開始咗就係大約數半個鐘之前咧美軍轟炸嘅嗰個畫面。然後喺呢一個 moment， 一個名為人民論壇 The People's Forum 嘅組織，佢哋嘅執行主任 Manolo 即刻咧喺 X 上面咧發文指控美軍進行非法轟炸，然後再喺唔夠1小時之後，人民論壇咧就發布緊急抗議通知，呼籲支持者即刻聚集去紐約市，然後再喺短短唔夠2個鐘就已經動員咗幾千人。咁喺度咧就問下大家啦，知唔知正常嘅政治動員啊，遊行又好，呢啲示威又好啦，需要幾耐嘅時間呢？起碼都幾個星期啦，有宣傳、有組織、有協調。但係今次呢，3個鐘就搞掂。咁當然啦，之後就嚟到重點啦。Follow the money， 邊個資助緊呢啲組織嘅呢？答案係一個叫做 Neville Roy Singham 嘅71歲美國人。
嗱，喺2017年咧，佢以7.85億美元出售咗佢嗰間 IT 諮詢公司，之後咧佢同佢老婆阿 Jodie Evans 咧就決定用呢一筆財富嚟推動佢哋嘅社會主義事業。從2017年到2022年，星銀向人民論壇投入咗超過2000萬美金，呢個幾乎係呢個組織所有嘅資金。然後再喺2024年咧又投入多500萬，然後通過呢啲資金，以下嘅組織咧就被建立或者被支持啦。一、人民論壇啦，一個以馬克思主義激進分子嘅總部；二、黨派社會主義解放。字面上已經知佢係一個共產黨組織嚟㗎啦。三 Chiao Collection 一個親中共嘅宣傳組織。四 Breakthrough News 一個親中共嘅新聞媒體，同埋咧仲有更多㗎。呢個網絡可以話係遍佈美國，從校園到街頭，從媒體到動員。而最驚人嘅嗰部分係阿星銀咧唔喺美國㗎，佢係住喺上海。佢哋曾經幫華為做嘢啦，咁而同時上面提到啦，親中共宣傳媒體 Chiao Collection 咧係共享辦公室嘅。美國國會 Ways and Means 委員會主席 Jason Smith 喺2025年發出嘅信件入邊咧，明確指出呢一個組織舉辦係推廣中共宣傳嘅活動，同親中共組織合作。司法部咧已經調查緊佢哋噶啦。咁一句講晒啦，一個住喺上海嘅美國富豪，通過複雜嘅金融網絡，利用美國嘅非營利組織 NGO 嘅法律漏洞，資助大規模嘅親中共活動。咁點解中國要投放資金喺呢啲地方呢？好簡單，都係因為金錢。中國對委內瑞拉投資超過620億美元，委內瑞拉嘅石油有80%至90%都係流向中國嘅，所以馬杜羅政權對中國嚟講係至關重要。不過當美國逮捕馬杜羅之後，中國咧就面臨一個災難，就係失去咗佢哋拉丁美洲最重要嘅盟友。所以中國嘅反應係咩呢？咪就係動員星銀嘅網絡嚟發起全球輿論戰咯。呢個輿論戰嘅目的係一，咁啊發起輿論戰啦吓，將美國嘅軍事行動定性為帝國主義啊、非法轟炸、削弱特朗普行動嘅國際合法性；二，國內分裂，動員美國嘅進步左翼，製造黨派分化，削弱美國內部嘅政治共識；三，代理人戰爭，通過星銀，中共咧可以用美國人嘅聲音，用美國嘅法律框架推進中共嘅利益。以上呢一個咧係複雜啦，而且深思熟慮嘅戰略，同時佢係運作得相當有效嘅。香港咧真係有班盲毛見到哇，咦美國有人示威喎，即係美國人都唔撐侵啦咁，最令到好多所謂嘅香港人時事評論員喺呢件事上面都係可以唔撐特朗普嘅。不過如果有睇開 X 嘅朋友，都應該見到好多真正嘅委內瑞拉人民係多謝特朗普嘅。Trump needs the oil to give us freedom, then that's a price we're willing to pay just so that we have our freedom. And make a change. In 26 years, nobody has done anything for our country except for Trump. So if that's a price that he's the only one that has made an action on it, and he's the only one that has delivered his promise. So if that's the price we need to pay for it, then that's okay. 同時正所謂牽一發動全身，中共除咗會揾啲左膠團體出嚟遊行之外，當然都會諗下自己有啲咩人喺外地而係有危險嘅呢。而第一個就係小弟之前拍片講過 KK 園區個阿頭陳志啦，詳情咧大家可以睇翻條片嘅。而喺早幾個月，美國咧就凍結咗佢超過150億美元嘅資產啦，其中包括咗12萬枚比特幣。嗱，陳志本身中國人嚟噶啦，咁佢而家喺柬埔寨匿埋緊，原因咧係因為柬埔寨當然係中共嘅親密戰友啦。咁柬埔寨政府咧就保護住佢，但係喺2026年1月6號情況就改變咗啦。柬埔寨逮捕咗陳志，並將佢引渡翻中國。嗱，呢個時間咧可以非常之有意思嘅。馬杜羅被逮捕咧係2026年嘅1月3號，陳志被逮捕咧係1月6號，事隔3日。當然係可以巧合嘅。咁但係同時間我哋都不得不忽視嘅係，馬杜羅今次嘅事件係向全球嘅極權發出咗一個信號，美國而家係敢於跨越邊界直接捉人。咁而對於陳志嚟講，如果佢俾美國捉咗嘅話，就意味住佢將會被帶到美國法庭，然後公開佢掌握住嗰150億美元資產嘅秘密。咁之後大家就會發現，佢可能唔知係一個詐騙犯，而係中共背後會唔會同佢仲有其他嘅關係呢？但如果佢真係俾美國捉咗啦，上庭啦，佢可能會揭露嘅係邊個真正擁有住嗰啲資產，有幾多個中共高級官員嘅家族資產收埋咗喺 KK 園區呢個帝國入邊，當中嘅資金係點樣流動，同埋仲有邊啲高級人物參與在內。以上等等嘅呢啲問題，任何一個都會為中共帶嚟一場政治災難。所以當馬杜羅被逮捕嘅時候，中國嘅領導層就迅速評估咗局勢，就話如果美國咁喺委內瑞拉喐手，佢哋點解唔會喺柬埔寨度喐手啊？所以中國做咗啲咩呢？咪就係搶先喺柬埔寨捉咗陳志，然後引導佢翻中國咯。影片到最後係時候要講下點解美國要捉馬杜羅啦。嗱，班助教你一見到石油兩個字就高潮噶啦，因為又係為咗石油，根本都唔係為咗委內瑞拉嘅人民着想。咁事就係點呢？就係馬杜羅響同特朗普最後一次交涉嘅時候，已經同意將所有石油利益咧讓渡俾美國噶啦。
咁如果特朗普真係為咗石油嘅話，就已經唔使打佢啦。另外，委內瑞拉啲石油咧係重油嚟㗎，係要再加工先用得㗎。二嚟咧，佢哋喺偉大嘅社會主義底下，即係做有沙律唔做有沙律咁樣啦嚇。啲石油設施多年嚟已經缺乏維修啦，產量已經一跌再跌㗎啦。如果要將佢嘅產量提升翻正常高度，係要投資過百億，兼且唔知幾多年嘅時間，仲未計未來嘅油價仲係咪會升啊，或者仲係咪咁高呢？所以成件事係唔一定會賺嘅。咁然後當然啦，近日咧美國亦都有呢個沒收5000萬桶石油運往美國嘅呢啲新聞推出啦。咁然後當然班佐交亦都即刻高潮啦，就話嗱，仲捉你唔到。不過咧，唔知佢哋知唔知啦？其實5000萬桶石油對美國嚟講只係一個星期嘅進口量，主要咧係因為特朗普為咗阻止臨時政府繼續同伊朗、中國、俄羅斯呢啲盟國繼續做生意之餘，又要確保佢哋有足夠資金維持基本嘅運作。咁所以折衷方法咧就係將啲石油賣俾美國，仲要係用市價嚟收購嘅。咁當然啦，呢筆收入咧係會用嚟買翻美國製造嘅嘢啦。另外咧，當然大家都知噶啦，委內瑞拉咧仲擁有住全球黃金一半嘅儲藏量，仲有其他嘅豐富礦床。不過對於特朗普又好，美國又好，最重要嘅係要將委內瑞拉嘅經濟重回正軌，咁樣嗰100萬滯留咗喺美國嘅難民就有家可歸。美國亦都會即刻減輕咗呢個道德嘅負擔之餘，呢啲唔係應該先係真正嘅委內瑞拉人想有嘅結果咩？進程後續點發展都會後續再講。喺今條片出之前幾日，即係大約9號左右啦，委內瑞拉政府喺特朗普嘅極限施壓之後，已經開始釋放咗多名嘅政治犯，包括幫助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然後再轉任俾特朗普嘅馬查多嘅當時打選戰嘅重要角色，即係呢2位人物啦，同埋另外至少5至10名知名嘅人物，另外再加多數十人㗎。外國嗰班左膠未喺委內瑞拉生活過，唔知民間疾苦就話唔夠夠啫。香港嘅嗰班時事評論員，尤其所謂身處外國嗰班啊，即係喺你哋立場，你哋應該好知道香港發生咩事噶嘛，係咪？咁以上嘅事唔係就係正係即係你哋所謂追求民主自由嘅人最想見到嘅畫面嚟嘅咩？咁即係如果以下嘅事我唔贊成噶 ，OK， 如果嘅咋？如果呢件事發生喺香港，你哋到時係咪又會繼續屌鳩特朗普話，切你都係為咗香港啲庫房啊，同埋個國際金融中心可以使一錢啫嘛？咁啊？然後我又再退一萬步講啊，就當特朗普係唯利是圖啦，咁有咩問題呢？人哋係美國總統，係企喺美國嘅立場噶嘛，你冇着數，人哋點解要幫你先？而家咪就係最好咪就係話俾你聽咯，原來如果你有足夠嘅着數，人哋係會喐手噶，咁你哋係咪應該諗下有咩着數俾人，而唔係日日夜夜喺度屌鳩人呢？班國際線呢，淨係識得倒米，其實大家可唔可以真係唔好再理佢哋？即係唔好再令我哋被佢哋被代表啦，好嘛？片尾咧再 update 多少少啦。伊朗咧冇咗委內瑞拉嘅石油，然後伊朗嘅人民見到委內瑞拉嘅情況，已經再次爆發全國性大規模嘅抗爭。哥倫比亞個總統原本都鬧特朗普嘅，而家咪又係要去罷工。古巴嘅共產黨主席阿麥瓜亞亦都話：我哋係時候要反思，或者古巴嘅問題係出喺我哋身上，出喺我哋個黨身上㗎。即係點啊？你執政67年嚟咧都冇發現，不過咧委內瑞拉個馬杜羅俾人捉咗之後咧就發現咗啦，原來自己問題喎，哈哈哈！呢啲咪叫打蛇打7寸咯。委內瑞拉就係呢一班極權國家們嘅7寸位。唔知嗰啲自稱國際關係大師兼紅底嘅沈旭暉同馮智政知唔知咧？咁條片就嚟呢度，會員後續咧會再講多啲呢件事之後嘅後續分析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跟住落嚟廣告時間。小弟新出咗草本漱口水，入邊含有天然冰梅、銀離子、丁香同埋杏仁，可以抗菌、美白牙齒、改善口臭同埋牙齦發炎，完全冇任何化學添加劑，純天然草本配方，不含酒精、色素或者刺激性嘅泡沫，一日用1次就 OK 噶啦。賣完廣告。今條片就嚟到呢度，中意我哋嘅影片不妨 like、share 同埋 comment 嘅咧 subscribe 我哋頻道撳埋隔籬嘅鈴鈴。我哋同星期4出片，星期2可能有片，星期5夜晚9點鐘會喺 YouTube 上面播關於時事同埋政治，希望到時看到大家。我哋開始咗我哋 Patreon 會員，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我哋，下條片再見。